沙瓦迪卡，大家好啊！又係我南佛社裴師傅。今集同大家介紹嘅呢位天神，我相信好多人喺工作上或者生活上都好需要拜佢嘅。佢就係專食小人嘅拉祜天神。咁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佢嘅故事，同埋教大家點樣去拜呢個拉祜天神嘅。咁拉祜嘅故事呢，就有幾個版本嘅。咁我分享一個比較多人講，而我又覺得可信性高啲嘅版本出嚟。相傳印度神話入邊啲天神都唔係長生不老嘅，只不過係比人類長命好多。佢哋為咗解決呢個問題都好煩惱，而佢哋住緊嘅天界嘅中心呢，就係一個乳海，乳海入邊蘊藏住可以令天神長生不老嘅甘露。咁天神們都知道去乳海攞呢個甘露都有一定嘅危險，咁佢就揾咗佢哋嘅死對頭阿修羅去一齊商量，大家合力去攪拌呢個乳海，去拎呢個長生不老嘅甘露，之後就大家平分。大家傾掂數之後呢，毗濕奴就叫所有人將啲藥草抌晒入個乳海入邊，再用曼達羅山作為攪乳海嘅棍。毗濕奴就將自己化成一隻巨龜沉咗入乳海入邊，用嚟作為嗰支攪棍墊底嘅支點，再用龍王婆蘇吉嘅身體當一條繩咁樣綁住支攪棍，再安排咗阿修羅佢哋企喺龍頭嗰邊，而天神佢哋就企喺龍尾嗰邊，大家輪流拉扯龍王嘅身體去攪拌乳海。喺長時間攪拌乳海嘅過程中，跌咗唔少嘅寶物出嚟。龍王喺拉扯同埋攪拌嘅過程中承受唔到劇痛，喺個口入邊吐出好多毒液出嚟。呢啲毒液足以毀滅三界。喺呢個咁危急嘅時候，濕婆就挺身而出，將啲毒液全部吞晒入個口入邊到嚟，最後保護咗三界。所以點解濕婆個身嘅顏色係青紫色就係咁解啦。搞咗好耐，甘露終於出嚟啦，但係原來份量得好少，根本係唔夠分嘅。呢個時候毗濕奴就化身成為一個靚女，引開阿修羅佢哋，其他天神就爭取時間排隊飲呢個甘露。喺阿修羅入邊竟然有一位冇受到迷惑，佢就係拉祜。佢眼見啲天神開始偷飲甘露，咁佢就變身到好似天神咁嘅樣排隊去飲甘露。排到佢嘅時候，佢竟然一時大意，唔記得咗變走自己條尾，俾太陽神同月神發現，就同毗濕奴舉報佢。毗濕奴好憤怒咁樣趕返嚟，正準備將拉祜斬開兩半之際，拉祜已經飲咗甘露入口，而佢嘅身體亦都應聲咁樣斷開兩截。由於佢上半身飲咗甘露，所以佢獲得不死之身，但係得返個上半身喺度飄下飄下。所以佢非常之怨恨太陽神同埋月神，所以佢發誓如果以後見到佢哋兩個，一定會吞咗佢哋落肚。所以大家見到拉祜嘅造型會咬住個波，個波就係太陽神同月神啦。雖然拉祜每次見到佢哋都將佢哋吞落肚，但係佢唔記得咗一樣嘢，就係佢自己得返上半身。太陽神同月神去到佢個肚嘅時候，就可以偷走返出嚟。所以我哋見到嘅日食同月食就咁樣嚟噶啦。咁拉祜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如果喺泰國講拜拉祜，一定要介紹嘅就係龍婆洛大師同埋佢間廟屈史實堂，絕對係拜拉祜嘅開山祖師爺。而龍婆洛大師做嘅拉祜佛牌係被譽為全泰第一。雖然師傅圓寂咗好多年，但係佢主持嘅佛廟屈史實堂到今時今日都係被譽為全泰唯一嘅拉祜廟。儘管而家泰國好多佛廟都會有放拉祜俾人參拜，但係啲善信都會由全國唔同嘅地方嚟到屈史實堂拜拉祜，證明佢食小人嘅功效係最靈驗嘅。好啦，依家教大家點樣去拜拉祜。由於拉祜係中意黑色嘅，所以我哋供奉俾佢嘅嘢呢，全部都要係黑色嘅。首先係黑色嘅蠟燭、8支黑色嘅香，同埋8樣黑色嘅供品。我舉個例子，可以準備啲乜嘢？黑咖啡、可樂、雞精、涼粉、芝麻、黑豆、黑糯米、皮蛋，準備好晒就可以去拜噶啦。而星期三晚拜拉祜係特別靈驗嘅。好啦，今集分享到呢度，希望大家拜完拉祜之後，工作上同埋身邊嘅小人全部遠離。大家睇完呢條片，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左上角亦都有我哋微信嘅 QR Code。喺生活上有咩疑難雜症或者泰國法嘅問題都可以查詢。下期再見。